优先生肖。20岁，清晨一点，卡点给我妈妈，我实验已经做完了，我要回家，我真的很累。祝妈妈平安的夜晚，甜蜜的梦，明天再打电话给你，爱你，骑脚踏车，离开光顾小区的校门口，火车站，大学上学。莲花就到刚好跟胜利路交叉，酒后开车的小贼，砰，死去。你永远不知道意外的明天哪一个会先到。他的妈妈听了他最后一次“我爱你”，从此再也没办法讲。人头脑要清楚，猪来的够紧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还给老天皇东来。那个契约书会有，那是在老天老母那边呐、契约书不在我们皇客的手上，是老母的慈悲了。你若知影，你会使活偌久，你免活啊！你了解？你一日到晚你讲，我存几年哦，我是这世间搁存几年哦，你免活啊！那你就活在当下就好。你知道你的一生就由每一分一秒所构成吗？那你如果把这一秒活得很有意义、很有价值的，比如说你们今天实在是太有智慧，你们可以选择说呢，那么我们开了这一个班，你来受佛光普照。你选择了这一个班程，你来了提升你自己生命状态的能力。就好像微波炉嘛，你东西放进去微波炉里面按，经过3分钟、5分钟，噔，那就觉得哦，不假，对，那你不假，他熟了。现在这里也是一个微波炉，你几海？你心智就更加成熟了嘛，成熟了。你到日月潭，你一定会去吃什么？阿婆的什么茶叶蛋？你再下一次阿公的茶叶蛋不行的。他们要到日月潭还要坐船，还要到玄奘庙那边去，因为它有招牌啊，愈来愈贵，你听过？品牌嘛，人家吃的其实有一些，就说吃那个品牌嘛。可是你知道他怎么做的？为什么阿公没有办法取代阿婆呢？因为他有 know how 了，他有祖传的秘方啊，你没办法抓到了，香啊，好吃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炉嘛，底下有火嘛，茶叶蛋啊，不是，本来只是一颗蛋，放在茶叶，你以为它只有放茶叶哦？啊，又有一些的卤味包了，卤味卤味啦，那个烤，干肉有够肉的，所以呢，卤味包，当然那味就出味了嘛。你现在也是在这样子的卤味锅里面呢，叫圣贤祖传的卤味锅，听得懂吗？圣贤的卤味锅是祖传的。济公老师说，不要再去给算命先生看八字了，看了你嘛知道你未来什么时阵会翘起。但是你有改哦，你有改毛病、气脾气吗？你的习性有改吗？你有行善积德吗？还不是旧习难改，酒都继续啉，肉都继续吃，迄个坏习惯都继续做。看了八字以后又怎么样呢？世界上面有一种八字，马上改变。正念是济公老师说的，孝悌忠信念。
礼义廉耻，你把这8年做到，你命运就改变啦。啊，你了解？不要就改变，现在要下课。对不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门灭亡。这一些政治人物，这一些国家的领导者，国家的领导的，其实要把礼义廉耻做好。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门灭亡。你发觉到很多当上高官的，最后都在看守所。礼义在哪里？廉耻在哪里？这国家如果都是这样子的领导者在做，没希望。所以好在呢，我们有这么一些小技工，就在台湾的。你知道这一些的民间深耕这8字，大家认同吗？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耶。我们有没有孝悌？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。君子不能本立而道之。孝悌嘛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孝顺？我们有没有做到悌道？兄弟姐妹之间，亲男老四，把老2、老3枪杀。自己自杀，老喊救命，这就是义大。皇家呀，留了太多钱了啦！你这个爸爸要是没有留那么多钱，都是留德性，叫刘德广。像花一样的漂亮，芬芳灿烂，德性就像花那么灿烂芬芳。兄弟怎么有可能做成这样子呢？我今天这个求讲一集，本来是很和气的，为了钱，可以拿枪就把哥哥杀，自己自杀，这样子在干嘛？这个爸爸，我跟你讲啊。没办法安息了啦，怪就怪自己留那么多钱，留了那么多的钱，你看兄弟又在那边，不是王永庆吗？张荣花吗？什么坏榜样啊！你这一些儿女应该感恩啊，爸爸嘛，啊，你为什么呢？兄弟之间又在那边争呢？不值得呀！你羞辱了爸爸的德性啊！我们真的就是要把孝悌忠信，我们有忠义之心吗？有心口如一吗？我们忠不是叫心，上面一个口吗？有一吗？我们有忠于自己的良心吗？我们所做的都合乎天心吗？我们有忠于自己的造物者老母吗？我们有忠于前辈吗？我们有忠于道场吗？我们有忠于自己现在的天职吗？你了解意思吗？这叫孝悌忠的嘛，信，对，人不信不立。所以这个信道，信之道很重要的。今麦人我咧讲信道呢。所以你看唔看唔靠乱呢？你讲我无讲哦。你看就到了这样，你做乱呢就是安尼，我讲一套做一套嘛。所以你看，诈骗集团好几十年前，或许在呢成功大学当副学务长的时间，还主持过啊。有些是呢校长也要当主席啊，只是我们学务处主办的。他就是导师座谈会，你知道吗？竟然有一位教授哦，博士哦，心理学的，专门在教如何防备诈骗啊。他其实，各位，诈骗集团猖狂，我最近被骗15万。他专门在教人家如何不要被骗啊，你改你跳骗啊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信用、诈骗、信。你知道多少的家庭吗？流离失所吗？就是碰到骗子，不诚实，甚至有一些自杀。诈骗集团让很多人家破人亡孝悌忠信礼，我们是礼义之邦礼义之邦。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廉耻，没有羞耻心。我就是跟你们在讲的是这个八字，它真的可以改造我们的什么命运？你马上做，你马上改变。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那么简单啊！一个坏孩子受到他妈妈的感化，好，他就是呢，为了要跟妈妈拿钱，妈妈说可以，听一下《弟子规》，结果就听《弟子规》，反正再听2个小时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听完《弟子规》了以后的有感动，真的可以知命立命改命吗？妈妈说好，再看8个小时的电影，看就看，连了完。没想到看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妈妈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”因为我感动。原来我才知道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原来人是可以这么样做，这么活。我已经20岁，我到处跟人家讲，我砍，我杀。很多的兄弟都已经死在监狱，被枪毙，被什么？那是在大陆的历史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原来我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。这20年来，其实我每一天都活在那一种恐惧，随时都会被打，随时会被对方另外一个帮派的砍杀。我有的是钱，我要什么？他可以拿500人民币，5张100块的人民币烧，只是为了吸一根烟，在那里烧500块人民币，啊，你跟着抓，还跟着抓，啊来点烟一条，故意，爽。他有的是钱，那一些钱都是不义之财，都是骗人家的、抢人家的。他是说他没有一个晚上睡好觉，他没有一个晚上可以深度睡眠沉睡。他不知道什么叫快乐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。看了妈妈，只是为了要跟妈妈拿钱。他看了也了完转，弟子规了。他的妈妈说：“你以前都是开名牌的车，面如改皮如面。你现在给我骑脚踏车，还破脚踏车。你给我穿的，那么就是那种不是名牌，一般的 T 恤，去养老院当志工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妈妈你说什么我就听。”结果没想到去那边当志工。你知道那一些去养老院的都是一些爷爷奶奶感动、欢喜、快乐。哎呀，我的孙子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种的木瓜，拿去吃。哎呀，你会发觉到，原来快乐可以是这么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养老院的，其实他的儿子生意做得很好。竟然扣他了！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后来做。你当义工、志工都可以在没有薪水的时候付出爱，那我这里又给你薪水，你一定会付出更多的爱。甚至其中有一个，他遗产不给儿子，因为我的儿子都没有来看我，只有你这一位。帮我洗脚，帮我照顾，我的遗产给你。原来他才知道，人是不需要去追逐的。我们可以像跟着我念，花落芬芳，蝴蝶自来。
给自己就回过来了，你干嘛去抓？现在的人都拼命往外去追。好，你抓了蝴蝶，关在你们家的房间里，出来对后逼就是处理。你发现蝴蝶它怎么可以呢安顿的在你的房间呢？你有空隙的推出去呀吗？不是吗？你自己的阳台，你自己的家里面是那么芬芳，蝴蝶成群结伴飞过来。原来呀，20几年是白活了呀！原来透过了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所有的好的地位、名利、钱财、健康都过来了，吸引过来。花落芬芳，蝴蝶自来；人若精彩，天自安。原来幸福快乐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就好了，让自己芬芳就可以了。可是我们国大呢，就是一直追逐这一些有形的，这些有形的，包括你的肉体，都不是你的，你在追什么追？到最后还不是落得一场什么空的？自古以来，我们要有足够的智慧。你们跟着我念，你们跟着我念。吵闹爱牵扯，念。吵闹爱牵扯，面愛笑，面愛笑，嘴愛甜，嘴愛甜，心愛看，心愛看，度量愛大，度量愛大，腰愛軟，腰愛軟，骹手愛美。骹手愛美。你这样做到，你就成功了。我不是说背完就成功了。头脑要清楚，是非善恶、对错真假。我们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，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智慧，高学历也看不清楚，高学历也没有能力处理是非善恶、对错真假，所以有一些